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一田購物賞優惠期只係剩返最後幾日咋，優惠期由5月16號至25號。我哋又過咗嚟葵芳一田掃貨，睇下呢幾日有邊啲產品做緊優惠。片尾仲會睇下買滿150蚊有咩筍貨換購，同埋依家做緊嘅信用卡優惠。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今日係平日，人流冇禮拜5、6日咁多，不過車仔依然供不應求啊，要排隊拎車仔。一田將優惠資訊貼晒喺門口當眼位，亦都可以拎旁邊擺住嘅宣傳單張。今期台灣金鑽鳳梨做緊優惠，賣緊29個9一個，49個9兩個，平均每個大約25蚊，原價45蚊一個。旁邊嘅韓國梨3個裝都有優惠，至實價48蚊一盒，或者喺超市買滿150蚊，即可以39個9換購一盒。今期榴蓮都做緊優惠啊！泰國寶石球榴蓮每個賣緊119蚊，原價要299蚊一個價。榴蓮細細個，唔知多唔多肉。旁邊嘅泰國金枕頭榴蓮特價199蚊一個，size 比119蚊嘅泰國寶石球榴蓮大啲。呢個幾大隻，熟到爆開咗。呢隻都爆開咗，有位客人買咗2個榴蓮，應該係199嗰隻。姐姐喺旁邊現場即開榴蓮，感覺每次開榴蓮都好似開盲盒咁，幾多肉下。姐姐再開另外一個，即刻吸引到榴蓮愛好者圍觀。呢個都唔錯，榴蓮肉都幾多幾大隻，啲榴蓮真係幾吸引。亦有人選擇原隻咁買返去自己開。中國夏之神西瓜折實價59個9一個，西班牙白玉扁桃都做緊優惠價，每盒39個9，原價55蚊。美國車厘子每盒88蚊。日本赤玉蜜瓜折實價128蚊一個，或者買滿150蚊以95蚊換購。呢邊仲有雜車厘茄，39個9兩杯。牛油果5個裝27個8一袋，48蚊2袋，平均每袋24蚊。紐西蘭金奇異果29個9一包，原來仲有165蚊一箱嘅珍寶金奇異果賣。韓國金菇買1送1，賣9個8。本地有機珍寶啡菇折實價29個8一包，49個8兩包。日本鮮百合29個8一包。韓國鮮人參69個8兩盒，椰菜仔、蘆筍、生菜都有特價。日本牛蒡折實價16個8一條，原價19個8一條。呢款陳記種38蚊一件，買2件有9折。益力多綠色5支裝30蚊2件，平均15蚊一件；紅色5支裝24蚊2件，平均12蚊一件。4海鮮竹卷、粉果
折實價11.9一件，16蚊兩件。隨手拎起一包鮮竹卷，保質期到26年4月。九龍城寨鮮墨魚丸每包14蚊，炸魚角同白魚蛋每包17蚊，做緊買1送1優惠，但只限同款同價錢產品，保質期到25年6月。急凍讚岐烏冬39.9兩包，每包入面有5個烏冬，42蚊嘅6個裝4海碗仔翅。馬蹄或者鹽西鮮蝦餃68蚊兩件。仲有好多急凍食品都有做特價，燒賣一大包52蚊，雞腿46蚊兩件，仲有唔同味道嘅雞胸肉。珍寶蟹肉棒66蚊3件，餃皇46蚊兩件，金寶湯40蚊4罐，平均10蚊一罐，原價16.9一罐。熊本熊烏冬碗麵賣19.9兩件，日清拉麵3包裝折實價43蚊兩件。仲有其他拉麵都做緊特價，動物餅賣緊33蚊兩包，粟米棒折實價23.9兩包，鱔絲4層紙手巾36包折實價25蚊一件。廚房紙Tempo 兒童版4層袋裝面紙4+1包裝折實價42蚊兩件，平均每件21蚊。鱔絲4層壓花袋裝面紙折實價35蚊兩件，平均每件17個半。維潔雅4層壓花卷紙10卷裝，一田限時優惠55蚊兩件，仲送多3包裝嘅抽取式面紙。Salanda Pro 染髮乳折實價69.9一件，125蚊兩件。即係平均每件62個半。潔霸洗衣棒折實價35蚊，潔霸抗菌除臭洗衣亦折實價29.9一件，原價每件57蚊。萬潔靈除霉漂潔泡沫套裝49.9。仲有各款衛生巾做緊買1送1優惠。呢款樂兒雅安瑞褲2片裝折實價10蚊。埋單嗰度有個買滿150蚊嘅換購區，好似呢款 Ariel 洗衣液換購價27蚊，鱔絲4層迷你紙巾18包換購價9.9，開心果換購價48蚊。金鳳泰國頂級香米3公斤裝換購價46蚊，絲球麥粟米油換購價19.9。出面仲有取冰櫃，依家做緊信用卡優惠，恒生信用卡買滿1000蚊送50蚊一田禮券，一田信用卡買滿800蚊送40蚊一田禮券，優惠期至到今個禮拜日，大家把握時間掃貨啦！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